係我想話係唔好，因為如果你個褲管要好，如果鞋管好闊就變咗，佢特登可能係露出個 boot 出嚟嘅。唔會啦，分幾啊嘛，唔係咁樣有小意外噶嘛。咁人係冇意外嘅，點會冇個人識嘅意外？咁咪好短，你個仔睇啦。出咁耐，日日都做，記得但唔知出嘅先記得第一次。你自己記得啫，你記唔到，記唔記得你？所以一定要做，有兩個都要好，係會艱難。